嗨，你屋还这么乱啊？给我摆的，是不是？李小龙。啊！废话。你到底去哪儿？这天，阿南给我打电话。Everybody，你跟阿秋呢？今天有什么好玩的？在这儿等着，去找找啊！阿南，你帮忙。53天，整整53天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过来的。你怎么样，兵哥？还难死。我知道。本来我想一回来就来找你，但是共产党盯你盯得太紧，没机会。他们可能还有动作，只是最近在观望。也好。先别告别人回来，正好我可以在暗中看看他们有什么新进展。到家小心啊！我不想你再有下一次了，知不知道？
不要让我再找到你。干叫什么呢？喝酒。现在就回来。还不是在等你啊？你知道的吧？去过找他吧。前面是个姑娘啊。你说，像我这儿有女儿这么跟着，我不配。我这一天每天都在想，我就想，如果我真死了，他怎么办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能有时候你不了解芊芊。其实，在你不见的时候，芊芊一滴眼睛掉了，非常的坚挺。挺好。过一阵他会好的。看什么看呀？喝你咖啡。干什么呀？吃个饭你还挂彩？啊，你心疼了？臭美吧你！啊，吃饭。走吧。走去哪儿啊？我呢，打算做点好事儿，义务照顾一下你这个残障人士。这么突然？不愿意，不愿意算了。哎，愿意。好了。其实你不用收拾的，一会儿我自己可以做。哎，我收都收了，你这么啰嗦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那我送你啊。你不用，你歇着吧。慢点儿。平哥，小白真的回来了。那他人呢？他怎么会跟你一起过来？我给他找了个地方让他暂时躲一躲。为什么？周府员之前把他害得那么惨，我就要召集人马帮他报仇。哎，小白哥下回来不是更好吗？你先别着急，还不是时候。小白现在在暗处，可以帮我们暗中观察一下周府员的动向。好，那我能帮他什么忙吗？之前阿南瞎搞，很多兄弟都退出了。可是我有信心，
把他们都召集回来。酒吧这边呢，你帮我把声势搞得大一点，越大越好，让周夫人认为我们要卷土重来。一来可以吸引周夫人的注意力，二来呢，可以给小白创造更多的机会。还有，小白回来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啊。你可以放心。阿秋哥敲钟，今日免单，请大家喝酒。飞燕哥，这几天夜莺酒吧夜夜笙歌，不仅过去的回来了，就连好多新人也去投奔廖学兵了。死灰复燃啊！要祝他们生意兴隆啊！我也奇怪了，就像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儿。飞燕哥，要不然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那端了得了。端了？就你们？哼，刚到酒吧门口就让人家给端了吧？你们找的都是什么人啊？一次次让廖学兵占了上风，他要是缓过来，飞燕哥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跟所有人说，先别动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你好，是飞哥让我来送羽毛球的。现在都派学生来送货，有意思。继续检查去。第一次干，一会儿慢慢就好了。好了没？没问题。拿着。那我先走了。现在都派学生来送货，有意思。第一次干，以后慢慢就好了。哎，你上次说廖老师带你去的什么地方来着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反正是个海边的悬崖。廖老师跟我说，他有个兄弟从那儿掉下去了，然后还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儿。过去的事儿？过去什么事儿？廖老师以前应该是道上混的，而且有一帮不错的兄弟。不过一个死了，一个残废了，还有一个不知所踪。我去，廖老师原来是黑道大哥啊！哎，还跟你讲什么事儿啊？跟我们说仔细点呗。还怎么仔细啊？他一共就跟我说这么多。这么牛逼的事儿你就说成这样啊？再仔细点。你特别想知道啊？啊，一会儿自己去问他。你这么无聊啊你？
廖老师，爷，我有事儿。你能给我们讲讲你以前的事儿吗？我的事儿？我什么事儿？老师，你别装了，关木鱼都跟我们说了。就是啊，你不能光跟他说，不跟我们说呀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就跟我们讲讲吧，你以前到底是不是黑社会大哥呀？怎么你们对出来混黑社会很感兴趣吗？对呀，对呀。好的，那老师就给你们来讲讲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黑社会的故事，好不好？